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标志，写此路不通，请改道来行驶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看起来是前面有个工程，这个工程呢，是为了要进行下一个工程更顺利的，有看到吗？因卡吊拆除作业之前我们有看到台中捷运，因为这个施工的这个手臂在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风很大掉下来，以至于在捷运上的一位副教授因此就丧命了，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我们看到在人生中好像有时候我们要谨慎，免得我们的自由妨碍了那个软弱的人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可不能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哦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是一个互相为群体的，十字架就是一个上帝与人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谐的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一起来分享，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那个此路不通？我们稍微要忍耐一下，不要仗持着我们就是有这个自由啦，你怎么样？我想这是我们可能要来想一想的哦，要谨慎哦。此路不通的时候暂停不是永远的，是吧？我们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感谢上帝，他也给我们说此路不通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这个生活中或对人的帮助上面可以没有障碍，对人的安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哦。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大楼其实应该快好了，对吧？他已经在拆除他的那个器具，听说这个拆除器具来一次出车要100万所以真的我们也很难得看到这个景象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来分享今天感谢的是，我们虽然不能通，虽然不自由，但却能够带来更多人的得益，可以容神一人的。我们有没有一个代祷的事情，就是叫我们此路不通，禁止我们的自由，让我们心里很难过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忍耐下去的。我们带到上帝面前，家庭也一样哦。我们家庭当中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我们忍耐一下，却让我们的家庭经历那更美好的呢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